大家早，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二，美国各大指数普遍是平盘波动，变动不大。特别呢是在昨天呢就做了收盘新高以后呢，表现呢算得不错的。因为呢昨天呢所有指数呢都是涨的，然后呢都做了这个收盘新高，道琼斯最后是涨了86点，涨0.17%，算是第三天上涨，然后做了一个收盘新高49590。然后 S&P 是涨11点，涨0.16%，第三天上涨，也做了一个收盘新高6977。Nasdaq 科技股涨63点，涨0.26%，算是第二天上涨，然后做了一个收盘新高23734。然后最后呢，Russell2000小型股是涨10点，涨0.44%，第三天上涨，也做了一个收盘新高2636。来到今天呢，开盘大概2个小时，所有指数呢就平盘波动，道琼斯曾经就现在可能是比较差一点的，只是掉不多，掉了382点，大概呢只是掉了大概0.7% 左右，但是呢算是非常不错了，昨天都做了新高以后。今天呢，就最主要有一个经济数据出来，就是勞工統計局呢就公佈去年12月份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這個通貨膨脹數據，按月來漲的話呢是漲0.3%，然後呢年增的話呢是算2.7%，都是符合這個市場預期的。然後跟呢去年11月份呢是持平的。如果剔除食品跟這個能源價格以後的核心的 CPI 核心的通貨膨脹數據呢，就是按月呢是漲0.2%，低於市場預期。年率的話呢是維持在2.6%，也是創下2021年年初以來的這個低點了。所以呢，總的來講，這個報告說明呢，這個物價的這個通貨膨脹的壓力呢持續降溫，然後就變成市場對於聯儲局短期之內呢，就這個起碼這個利率可以不變的這個預期呢就更加穩固。現在呢，在這個利率期貨市場反映看得到，下一遍開會的話呢，就是這一個月的月底1月28號，減利率的可能性呢，大概有3%，然後有97%呢是維持利率不變，然後呢，在下一遍開會是3月18號，就減利率的可能性呢，現在有27%，是可以減0.25%。然後呢，在下一遍開會就是4月29號了。如果這樣的話呢，起碼減0.25%的可能性呢有41%。然後，所以這個報告出來以後呢，10年公債利率就變動不大，現在是報4.181，基本上沒有改變。這個10年公債利率呢，最近差不多一個月以來呢，都是在這個4.18、1.17這個左右，這個這個 range 裏邊呢徘徊。雖然呢，今天10年公債利率不變，但是呢，這個美元指數呢，今天還可以漲一點點，現在是報98.94，漲0.32%。商品方面呢，黃金、白銀都繼續創這個歷史新高啊！昨天創新高，今天再創新高。黃金今天曾經最高做到這個歷史新高4634.29，這個歷史新高現在有點回落4606.92，還是漲0.21%。白銀也是差不多，今天最高曾經做到89.1275，差不多到90塊錢，這個就是89.1275這個歷史新高。現在回落一點點，88.80，還是漲4.3%。油價方面呢，先前呢，因為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
有供應量有跌下來以後呢，今天開始反彈。WTI 原油現在是報60.38，漲1.8%。比特幣方面呢，重新呢回到92000，現在是報92523，漲2.1%。個股方面呢，就現在開始這個第四季度的財報呢，就財報又開始了。首先銀行股呢，同時最新發佈這個業績的 JP Morgan Chase， 它呢就它投資銀行方面呢，這個業務呢不是太好，代號 JPM， 現在是報314塊7毛6，跌3%。然後很快呢，繼續呢會有其他銀行公佈業績，比方說 Bank of America、Wells Fargo、Citibank、Goldman Sachs 等等的。好了，現在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偉的報道。